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咱生活中定来讲代志，都爱讲好开，有话直接说，安尼较袂有误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五第7条。一般咱拢听人读做五，若照字典读应该是五。五就是唔对、顶打、差错，咱讲失误、错误。另外，互人害着、互人牵拖着，咱讲误事，代志互人误着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失误，意思就是错误，卖讲是失角擦差错。第二个词读做对头误，代表讲互相误解、互相耽误着对方，卖当讲是相耽误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老母甲查某囝拢想讲对方已经甲电锅饲落去煮饭，结果拢无饲着就出门，两个煞对头误。该在老爸有想到，若无大家拢失误，下暗就无饭通食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我提供予大家参考。